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42回。他那海南天朗向为之后啊，可被我的改革谁不中意啊？那么想若放天朗思想为本出来。各地不高不的放天朗受思想，海当天平门北里，这个两个大头是印度头呢来让长，但是一听见要受思想嘛，不高不让过来嘛，这个两个大头是恨这个不高不不得了，来让商量。叶虫啊！老的。哎呦，这个救命呀，逃不出头去啊，你吧？哎，没的。娘毛东西，没还刚刚回头也上不，这些么我家一个对么才不得，才受益着。哎呀么为防听要么西厢一样，逃不上泥巴头的嘛。波头的不好，泥巴帮波，也是这张几个不一天的。唱一不样也在。娘毛东西。请你吃福吹行。哎呦，这那个泥巴装过了，我搞不晓得到底不受的个，面孔必白啊，忙正理想顶起。哎呦，叶虫啊，那是这样子呗。哎，逃不得一想起么侬西厢黑吹。西厢黑在我西叶虫，你还晓得有潘中少人。你走，总归要改种一个。改种一个么曲项在这边去了。我自然了。曲项不以口中得起的喂。叶虫啊，你还有少个鸡草香香呢？我表示鸡了炒了阿方不一早了鸡。那么叶虫啊，中间讲发起嘛？我想不成哟。那么侬也想？没有少个鸡。现在东北这样的。曲项嘛也一下，而且在那羊羔头在呼吸的。有娘毛东西用得起嘛？而且心里想不不起的。干嘛你鸡炒的香说出来？那么想？叶虫啊，一定鸡炒有的。侬不得鸡炒还得不得呀？等些呀，逃不得一下，侬西厢头戴我西，有改种之吹响。3个分数，我自我要改相说。你的心真的妹妹在里头啊！那么改种之吹响嘛，马上就要报道。啥个吹呀屁了？那么自我要报道，报道嘛，不一。规矩啊，不能人方圆。我跟你讲，我吃一的呀，哦哟，报堂嘛就是神清，3个老西人开始，报堂嘛谁是神清？神清嘛谁是报堂哟？神清嘛就要送着东王，干嘛不送着东王嘛？送的是看完了，送着东王这个就要头上杀张。哎呦，头顶机场嘛发生了，我是拿个心呀拿出来这个样子。头上的杀张机嘛就要挑光针。不要放进，不要闷杀他嘛。开始放这么久呀，吃狗肉要味的。不吃嘛不要倒闭我讲。吃起狗肉要味嘛要喷着。不快嘛里到冰水呀。喷起也要痛啊，个房门要备用。那么总要归那个用备的。备用之要收用。头上样的。那么书记们要从这样好的喷着。那么鸡炒一下，啥个鸡炒？那从你这就那么你要出，有一条绳，有几条绳么呢？一招，一带有的房门跟水，一带个新房门。那么一个门上下雨一样的懂个抽抽的。那么你弄条绳，往进抽抽一声抽进去，哎呦，抽进去嘛当下一个针，当起一个这么个有抽抽。那么你要从么弄个靠样的去特别。我去跳了。那么跳起来嘛，你杨照要走起来的。那么你走起来嘛，要从你要不要咋？你那个鸡床我要死一个。我拉掉哎。那个就叫鸡床干嘛我掉啥子么难？那么这你要从西头去嘛，一直要不得咋个的？你哪个发
哎，这腰子几匹宝，到伏羲基友扎去，江阴是你呀，想我在门上，大鱼呀，王鱼呀的，这一带默默小童，不点人子不用用，他们老实起嘛，讲错了啊，你这腰从多年呀，气头个就哦，你要听就说东啊不西，西啊不西，悄悄往跟上不西，妹妹往听上上不西，悄悄西啊我的往门跟西，他们老实起嘛，是有门山里要通的。可是有啊！个学生记错了那么门山里要通，那么听来嘛要让你想想发现，这边呢我有娘嘛从在下头，那么你听见那不得用见那不得人机嘛，所以我有都在那么一想，马上身份这么手机推他这么他一刀杀他。哎呀，那么有戏他这么吹下就不上的。这下就是不上不动脑的高兴嘛。咁么这个那么大些想说夫妻，这个中间他都还。我们这个是松西。对的吧？咁么我也是怎么一个吃了一个不呀，真工伤的。人家从年放心还，对于这压力啊，这一说起什么？我们要记这个啦。哎呀，年纪掉啥了咯？我不来当故事哈。叶冲啊，老不一可惜啊！这一大洋不惜西北，啥时候里去了？那个呀么来死呀！老西唔出来的哟，老西这边的哟，老西那比巴西啊！你叶冲搿几张去那么搿不一定。当然不为搿个哟，不也的这哟，要搿么我说的呀，搿他里哟，不也被人来讲上来，要么人想嘛那个，搿么他来当。革命到底西大大发不开心了呀！弟兄两高头在背笼里堆来堆去堆球子啊！我家部进中门，十大方军跟随，努力杀血一些，我家部进来，老太太一口毛，我家部进来，没事当中来不细心不我。我是不知该种子落里个恶队啊成功的，可是我身边的思想口语不放都出去的了，侬有本思想不说的让你都出去了，兵辰光兵了理想，要等过高部这句要紧的我出来，哎呀外兵常常国家宝为必我继续哪个压鬼为兵常常我是妹子都不是兄弟们给这个发中了贵个人不是想要会着能进来要受思想妹子到我时期让我兄弟给中一个人当要正亲一个都非人生日受思想为必须继续一个妹子老相公你忽爱动儿太就够本了你他一个问下的思想嘛我们儿子在呼吸佛子的对的你继承了老在高女人啥事情呢妹家么的呀这我是我的嘛都是对呀让我身边思想当中去给一个私定我一整量打他一根平日嘛各处房子也不来可花着对准思想看看我也能想大家出我思想的内人又出去了个性上也搞点夫人我3个呼吸里头我今着他们也试试我的这个心我他这个呼吸的都对我们为是真心的为是高兴我一试一试的是我来问你都都按钮出去
假使你到种闲话，我都快听得这个来是叫他这个呢，终身到辣眼睛给想不想出去？这种我的没啥道理的。假使你到的时候有他，你带的发大神牛，个发大神牛嘛，我还看你到个面孔，真个不的牛了，假个不的牛。然后他想过来问问你到。衙的们，哎，太太，嘿，夫人，你们口人听得，相依领不家务，是你们思想的为必去。我只修一个当为神亲，举荐你们们。好心有费啊！这个姐子们，哎呦，崔香听见他问个句闲话嘛，哪位大哥？他那门人都阿定流出去，他的眼睛，根本哪回答呢？甚至我的心脑人不得飞那个飞出去了。上午阿公想出来这样一个好办法，可是我汤都是新有的，老他个脾气啊！哦，我这样欢喜的，现在人光着眼睛去搞男人的，我他不够力的，也是要出去嘛，也是不许出去，哪到被二龙家呀？干嘛就没得办法想，让我只好来做的高分女，所以崔香，啥事体崔香干嘛你举我嘞？崔香是有你跪下，兵太太，谢的不牛的。到底呀，我个眼光好，崔香的呼吸，嘿嘿，你举我嘞不牛。当这个丞相对阵去姑娘看看，哦哟狠个，把你抢出来了。可是我晓得我那个朋友是高个，我是给他动儿当中他顶啊，就标致漂亮，对人也是好，美女嘞。你自然想，哎哟，朋友为跑了到举下来，那个是中国私人嘞。杀了你呀！弟妹的里三香不让讲不讲，调皮不吹香，顶调皮嘞。台皮上还他个意的，高兴的举下来是不牛，晓得高不牛啊？那么呢哈，丞相想我也不牛，我也是高不到高，但是高我是拉的。嘿，他啊，我的是真心里想。也不牛给这女不是来他给跑了的。哦哟，我想在里头忙，你都在这调皮了你的。我是在觉得你都在这牛给才是高的，可是他说我不是高的来，他也是我管，干嘛来高的的？是吧？有的呀，不牛给跑了的。哦哟，东想我是这下举我来的吧？啊。假设还不牛啊，好不牛是吧？嘿，他把我的是也不牛给跑了到举我来，因为我心里是没牛给，让你二十别出气吧。然后他一想，我这个呼吸里到袋里头还动了，不是不动，大高不牛，我有办法。既然你们不牛，你们起来，我是有道理。对是啥？代理子起来的。地上吹响神女举到地上响。咦？啥事体吹响举来让他起来？吹响。是太快起来！这边不牛的，晓得。对三相看看，你都立起来，立得快的，但是高不牛。嘿嘿，三相的真不牛呢，你居然让我爷我当我说了。
怎样不牛？你讲啊！崔先生，我搿些辰光的心里急得来滔滔，你不晓得。一世终身大事，我兄弟为此我这样一片痴心，今朝自古能够出去，他里成功一对夫妻交合。但是我觉得你滔滔的脾气，算得上出去万里那不答应的。秀太太，一对非为不牛的。你讲啊！太太，一对不牛的。哦。太太呀。老子真呀，不牛。听见这两句，我是受得不得了了。崔相的两句哪个好？李大公说：“我经商经书嘛不高，这仅有一生一世佛事内他。”哎呦，不对，不对。哎呦，崔相你调皮哇！你老第三路啊，这就是高官。这句话你从来不曾熟悉过。你觉得不然已经人上讲起了，这些来他，我们呢终身不搞的，经常经是终身不搞，一生一世佛事内他，你也已经人上说的，经常人家讲，那么今朝你可以说一声他，我以前帮你讲习惯，我终身不搞的，我今朝不出去的，那么你可以说。那么光起来个句我什么不配？那不配呢？你年纪轻，我他年纪大，也你年纪大，我年纪轻，你说个句我配的。那说起来，哎呀，我总是嘛分高，这年纪嘛大，我在我还要高少个人家，我一生一世佛事来，他吧，佛事带来去。恭喜你年纪轻，我年纪大。你说经商经是终身不高，一生一世佛事我他，来说我总归比你细呀。那么我细才是那种样高。这个你看你表皮啊，流动了呀，哈哈。啊，你精神不牛家夫，是该定是否我太太？就像
太太，倘若我太太归天之后嘛，你的怎样呢？这个嘛，我有个旧的不得着吧，老太太理解的，可是哪办法呢？天下做聪明来，一周你的鱼拉里塞，已经压的来太太屋子边地放我出去。太太嘛，大事你该归把针来送，大风声在等街路上听风。打这个老差不搞你收着，一直吃没收当为啥收呢？啊！哎呦，崔香良心好给。当然了，那我背了个错的呀。李公先生啊，说的没得真心的说。自古呢，太太一些之归天之业，你先有下八为你在武当里谋高神宗。啊！你今不忙我太太上西方极乐世界，那太太都相信不讲的，叫啥不忙你西子到西方极乐世界里才无心的啊！但是俺一想嘛，哎呦，不对我不对，抵得我特意公分啊你，哦，我晓得的。李哥哥里想啊，高我心里想美女嘞，那么啥事体了？让我们的说不牛了，说个废话呢？怕我个毛皮呀！因为你呀问我太太商量桩事体，啥事体呢？除非我谢谢他崔相说，一方个样沟通好，要崔相这一上没被那个。但说起来，太太哦，养狗懂好的嘞样。那么老太呢，总归生意只要春之会的了啊，你这人好，将来呢搞些姑娘个样么子，我不能依照天王。于是乎嘛，趋向嘛，像说哪位这个种强调都不够可。于是乎嘛，甚至这个对面孔长得凶凶红色，都叫太太。我一样一样害你个种个呢，搞么不能。那是当中我们陈志慧啊，立在被子玉郎在几号的站的郎，人是问家说不出来，举么举来了，你是太太，哎，我要出去搞男人账，你是非害我个么子啊？你啥不帮我呢？这点么子你谁要帮我干啊？这你不帮我是我不来是干，那么致命了，我到我不就要位置哪了呀？实在没有点么子。对，我想想要时时看到吹响调皮，这是刚说起来，弟子三项为要调皮。啊，吹响，太太，你讲不牛啊，我太太明白了哦。太太真是明白了。吹响，是你听了。是。
大平淡，他是童儿修理结身双。老太太是明白的呀，家内大夫分送狗蛋，上人生女需要家父来。我晓得，我们中国呀，太听太高不？你中国要高个，对我们这个终身啥事体呢？你还是出去吧，我明白的呀。你出去嘛啊！我想你，人是偶尔体谅，上面人真体谅，你们小夫妻。后羿都是完，上面的人怄起两口好么？都是太太，嘿嘿，车上还到你心里。怎么讲养人子啊，都是样的人呢，哪会得真心？哈哈哈，出去吧。太太，这里不牛的。哎呦，人家说他，哎，这个他光今天为不样么子了哇？你妈知道了啊？那么我为语，心想是明白了。我求你说的的平淡，看童儿修理黑凤弯，他是虚动对立春快水，你是冬儿当中一啥叮咚叮，你是年年叮叮地内玩，你是我的当中我王配东丁啊，没还在夫妻嘞啊！我想你。一岁零楼头，学完衣服，你去个穿起个香。零楼头陪你自己我来装不呢，加上衣服一箱子一箱子的装不起我不下去，你们小夫妻。口一口关口好么？都是太太，样样想不到个衣裳也要给，起来未必去吧。这里不牛的，我为不够了还了，为要高兴的这为要你了。心想啊，我求你说的大平淡，看我童儿修理节约
样。这狗东儿呢，他是想后生的恩爱痛，胸上金须也问。三楼上虽是惊人并知你们是去旅行我呀穿你们家夫妻口里都风光。好，谁说这样知识该听有拿得起，我不下去。好了，谁讲好了吗？都的太太，去吧。写的不牛的。哦，那么我为了你真叫他龙香去哪里走啊？我求你说的大叮当，好童儿修你嘞黑神双，他是美貌的贼郎，生啊几杀你双流贼貌西部双。我想到这你那么总该答应这个打本嘴的龙兴的地方也双不你的哈了。我说你本真也被龙兴当，为啥你们一直杀也被下一个庄也双不你？哦，我跟着为啥你欧佩的吃进的死亡让你我配一碰我配喊你们家夫妻口一都是花那老师的孩子谁见中哈了？都的太太。哈了，你未必去吧？呀，爹的不牛的。啊，回来！我求你说的大叮当，看我向你发怒。没去山，你一泪一针知人的命，二里美女配贼郎，楼上你两臂欧啊皮妹，上你五千米地啊！用他在地呢，去想啊！你是周密，我无良，你是周密无良处我嘞，你们家夫妻口里都是。光谁见中哈了？都的太夫人，未必去吧？小的不牛的，不得，
那么我随便你吧，往是他可以生无病，我话分批上随便下来2分牛4分牛，根本来讲，一年啦，一年们也到我相夫，一老夫妻，一次性不出去，人都死了给他，我生主人我给他相夫当手上一扎，那么你们有啥的一次让我们你们各自承担一手酒啊？哦哟，也有。心说是两个狼的家在里面吧，还是出去吧，再也不出去，相依到里边来，当我阻挡你们，并不是阻挡你们了，可能女人啊之间，害我们老夫妇也去做事呀。这个，搿么哪办法呢？在那刚说起来嘛，天想小太太，还是要努力么事，这并不是。有道理的，你太太上不我不能够不掉。上次在小不可耻啊，所以崔香答应。等你的辰光听见了太太搿2句我们崔香心里开心。拿出去不要紧在，来太太讲的。他说你再不追了，害得你来夫妻也相骂的。实在这句话了，已经杀的，我今子可以立起来。到底太太，说的你把呼吸特啊，他俩起来出去吧。是。也真是一个力气来。哎呀，妹子多啊，好手的出去吧。这是哎，我家务林子里都出来嘛，来他气氛随便吧。哎呀，好了，不去我就去了哇。我家务林里都出中门，咁么好手的吧，想我也红毛在。是。我家不太吹响王生老的出来，这些人光吹响心里开心得不得了。只看吹高，心过雨。对，我真记得是你心一定，月高从此相逢在后去。在那花园里小兄弟情，他是今日定起故乡去。想想我到河岸阿个两高头嘛，真是为地势里向个有问题。我记得每天上呀，去年跟着来太太，杭州天都定下，都最后去在社会旅乡。在浪孤营地浪向，我一个人抱着，河岸阿狗就在我旁边，不晓得举下来嘛，叫他一个跟头，一定么跌子娘三头，那三头呢，马子一头，人一头，耗子一头，马子嘛飞到耗子低头上，我看见这眼不是打了一线。你们不对没两下，他是今日是恩杀脸。其实我打你不一些，你当时我愚心的，实际上黑子一把点肉跟让你动手个背雨的。你虽然我出来在米汤时，我不当心了，一米动的是打飞那里头浪下。我中间讲你要马三门个，叫啥里抬起指头，接出这个眼睛对我弄看哟，想嘛不想？这个师妹妹叫低下来，躺在这里距离家分过着哟。我想那个人还是吃了还是哪个叫？我实在眼不是嘛，也打理一些。
一笑相逢泪洒下，他的司马兵又不能谁家这边在下子泪。守到龙陵镇，老太太到这一条妹子飞进去，我虽然还是没事，必须来跟进去呢。不晓得我不当心，得他一张香囊，就像你跟那个有的看得清清爽爽，谁知来违背我？我也想小小的违分开口了，就像你到反谁想起我不来？我想每个人都很不想，你不少小的问，最我小来了。我俺不是嘛，也打理一些是干个谁些呀？我是原来在家等雨下，想不得风雨今为这路谁？哎呀，随便那想不得，我这里个谁些根本不意思个呀。不意思当中，为得两高的成功夫妻，你想想阿爷开心。一路走来一路想，家不强，那下比来了两个队，最下一个嘛，哎呀，那么也是的，对面两个多少期待来着吧？不晓得两个多队老在哭泣的哟，也老的呀，两口的呀，又干一个的呀，这都是啥呀？这这么呀！大伙在接应，热都让你呀，得命我咖喱。哎，又干一个的呀！哎，我们都在唱什么去啊？呀，那你们奉先要之名，打黑大平呀，二兄弟给中一个了，当要走亲。又干一个的，哎呀，也没碰到。哪了你？这把，这黑道兄弟们给中一个叫二兄弟们走亲，原来的米碰，年纪轻轻，如今也搞女人的。哎呀，你既然不轻的，回家也黑啊！这不要几岁嘛？是要做是你搞女人呢？是我带我也有谁？我要到8月10岁，还在进去？哎，爸爸，咱家也拉进去！我两多的很啊，几要破呀？你都几娘不破呀？扬州之上哪个思想拉起来不搞不？哎呀，荣耀你要是这样子，你个也痛也火一飞的，哎，这现在超不就行了？松啥的了老子，好这个不搞不不想，一他把这拉进来，拉到房天都对几娘不破呀？哎，进来，啊，妹妹啊，长记你的妹妹，老姐妹，他外头的哪个的两封保护书进来说啥呀？哎，思想也进来，你们离别了后事。妹妹，你去找一下呀，不会别个事情啊，这个爷爷问下你妹妹，有桩事情你晓得。什么事情？啊，妹妹你不晓得？哦哟，真的你这气的也不得呀！妹妹你晓得的哇？你想不想有的本事的？哎，等我千年不嘛唱一高兴不分。你也有兄弟们就也是不一样。你要脑洞掐一份这个眼上把也是哎，这要这了，当我个啊！黑只还4个，用还一个头，等那黑龙青龙讲，也上我们手要动作，我们这个哥哥啊，别个哥哥啊，也上我们不好都是笑。妹妹这种腔调用的不洋气，这么是为两找个相夫呀哈！我三个开支为档子为要养的。哎呀，是哪里话呢？妹妹啊，万一个桩事体你也晓得？为啥事体开恩铺啊回去我也不晓得，为娘也不急呀。啊，怎么样？你妹妹也不晓得？哦哟呀，上我这个也不清楚的地方。这种事体不得你讲的。两夫妻呀搞的嘛，夫妻的你们祷告晓得，女小的事体嘛，这样唱呀。哎呀，上我不得你讲，
妹妹啊，老婆上去也想不走的不欢喜来的，你年纪也的哟，你也喜欢的，你不么来泼的呀，哎，那么也想我们看来不起，这就当年妹妹就死脱了的。哎呀，这个你们台里耍个事情嘛，或者你妹妹唱呀，妹妹啊，老婆就走进来一起的毛片队伍当下去，嘿嘿。天天多对嘛，多对那个说闲话，你俩姐我没对的呀，40两夫妻啊，我当你俩夫妻，应当也商量，你有啥事当我商量，我有啥事不该当你商量，满肚都说思想不同，我不能你自己去买的，哈，家那里不进来，慢慢立刻为啥？李说的不在，我这里不答应，今朝打来对一对，我比下刚。譬如如此，你们弟兄二人到未必去，想请你家父亲到里边来，另外是居农的，一弄里边来去我。叶聪啊，哎，阿金姐啊，哎，妹妹叫你去黑呀，什么经验呀？那么等下一发灯。我一个子他去买去。我进了啥我破的哟，老婆姐姐也讲个文啊，好得出的。我不来，咁么要从阿在你阳高头来听。哎呀，嘛上这是啊拼上当的。我听啊，出来听了三我那么大望听当年的思想。刚才